你敢信？以前逼爆旺角銅鑼灣條街，無論學生仔、打工一族、街坊遊客，個個寧願烈日當空底下暴曬街邊死等，成粒鐘都一定要買到嘅內地網紅茶飲，僅僅係2年時間，成個賽道直接全軍覆沒，閂晒鋪走人。早2年行旺角、油麻地、銅鑼灣，最熱鬧嘅一定係呢幾間內地茶飲店，長龍日日不斷，甚至塞到行人路都冇位行。風頭完全壓過本地老字號同外資連鎖，但而家你再落街行一轉就知，畫風完全反轉。以前人山人海嘅網紅鋪位，而家大多吉鋪空置，貼住招租海報，仲有好多未到期就急急結業辟租轉讓，冷清到令人心寒。貴賢全線結業，茶舊星球，瘋狂收鋪縮規模，蜜雪冰城節節敗退，鋪位越收越窄，大把聲勢浩大嘅內地過江龍餐飲喺香港市場輸到一敗塗地，體無完膚。好多外行網友簡簡單單將呢個現象歸結為香港人太挑剔，本地市場排外，網紅熱度褪得快，新鮮感一過就無人問津。但今日我話你知，呢啲全部都係表面藉口，片面假象。大家睇返當下最真實嘅市場對比，就徹底明白，一模一樣嘅天價租金，一模一樣嘅高壓人工成本，一模一樣嘅香港消費市場環境。瑞幸咖啡同霸王茶姬不但冇倒閉、冇縮鋪、冇降溫，反而逆市瘋狂拓點，越開越多，日日排隊，人氣常年爆火。一邊係大批網紅茶飲全線潰敗黯然離場，一邊係實力派品牌力勢增長扎根出圈。呢個冰火兩極嘅極致反差，背後根本唔係簡簡單單嘅水土不服，而係絕大多數內地網紅餐飲至死都唔願意承認嘅商業死穴、認知短板同戰略硬傷。今日呢條片，我就同大家由淺入深，層層拆解，徹底拆穿呢場大晒嘅內地餐飲出海鬧劇。你知點解喺內地開到遍地開花、日入斗金嘅平價餐飲模式，一踩入香港就即刻遭遇滑鐵盧？背後藏住成個大灣區消費格局變遷、兩地商業邏輯差異、網紅行業底層亂象嘅最殘酷真相。大家可以認真腦補返2-3年前嘅香港街頭盛況。2024年前後嘅旺角、銅鑼灣、尖沙咀、觀塘呢啲核心商圈，車水馬龍，人流鼎盛，日日都係人山人海，遊客絡繹不絕。嗰陣時，街頭最熱鬧、最搶鏡、最聚人氣嘅店鋪，根本唔係做咗幾十年、底蘊深厚嘅本地餐飲老字號，亦都唔係深耕香港市場多年、口碑穩定嘅歐美連鎖茶飲同咖啡品牌，而係一班全新面孔，剛剛過江殺入香港市場嘅內地網紅餐飲新牌子。無論係烈日炎炎嘅夏日白晝，定係晚風習習、夜色繁華嘅夜晚，大把香港後生仔、中學生、上班族遊客都心甘情願企喺露天街邊排長龍條隊尾，動輒可以繞半條街，跨2個人行路口，唯一嘅目的就係為咗一杯區區10幾蚊嘅平價茶飲。嗰陣時，呢啲內地茶飲店日日都係人山人海，客似雲來，收銀機聲音唔停，出餐口絡繹不絕，絕對係香港街頭最當紅、流量最高嘅網紅頂流，風頭一時無兩，碾壓所有同行。當時幾乎成個香港餐飲圈都一致睇好，覺得呢批主打平價量大、性價比超高嘅內地過江龍，一定會徹底改寫香港茶飲市場格局，取代傳統手搖飲、外資咖啡，成為香港人日常消費嘅首選。但邊個能夠估得到，僅僅係短短2年光景，呢場聲勢浩大、萬眾睇好嘅過江龍襲港熱潮就直接斷崖式降溫，徹底涼，全面崩盤。曾經門庭若市、人氣爆棚、日日爆單嘅網紅門店，一間接一間拉閘結業，撤場離場，清空鋪位。貴賢、茶舊星球、蜜雪冰城呢啲喺內地開到遍地開花、街知巷聞、老少皆知嘅國民級餐飲品牌，喺香港市場接連栽跟頭，頻頻翻車，要麼徹底退出市場，輸到清零，全軍覆沒；要麼大幅收縮門店，苟延殘喘，慘淡埋世，勉強續命。坊間好多街坊媒體評論都話，呢啲品牌落敗退場，係因為香港人口味太過挑剔，本地市場排外，消費者唔接受外來品牌。亦有人輕飄飄一句，大過覺得只係網紅熱，度過咗大家新鮮感退咗嘅正常商業現象。但只要我哋沉落心，認真睇透市場本質，就會發現事實絕對唔係咁膚淺咁簡單。大家睇返而家嘅真實市場狀態就知，一邊係大批內地平價網紅茶飲接連翻車，口碑崩塌，黯然離場；另一邊瑞幸咖啡、霸王茶姬呢2隻內地龍頭品牌，卻能夠逆勢開鋪，人氣長盛不衰。喺香港超高壓力、超高成本、極度內捲嘅營商環境入面，
穩穩紮根，越做越旺，持續出圈。同一個市場，同一套天價成本，同一班消費人群，同一套競爭規則，點解同為內地品牌，最終結局會天差地別，反差咁誇張咁諷刺？呢個極致反差冰火兩重天嘅市場現狀背後，到底藏住內地餐飲出海最真實、最殘酷、最值得所有行業人深思嘅生存困境？平時有開眼留意香港本地消費市場，鍾意行街探店嘅街坊，一定親眼親身見證過呢場極具戲劇性、大起大落嘅餐飲熱潮。喜樂興衰，時間撥返2024年前後，當時內地網紅餐飲行業正值鼎盛時期，各大品牌紛紛走出本土市場，掀起一股紮堆闖港嘅出海熱潮。大把網紅品牌不約而同將香港視為試水海外市場，打響國際名氣嘅第一站，來勢洶洶，聲勢浩大，野心十足。嗰個年代嘅香港茶飲市場整體格局非常固化，迭代速度緩慢。市面上主流茶飲產品大都係售價20幾蚊口味，陳舊嘅台灣手搖飲同主打高端輕奢、單價40-50蚊以上嘅歐美精品咖啡，平價親民、高性價比、年輕化嘅大眾茶飲賽道幾乎處於一片空白、無人深耕嘅狀態。極度擅長打造平價流量、做薄利多銷模式嘅內地餐飲品牌，精準捕捉到呢個巨大嘅市場缺口，帶住極致低價策略、成熟嘅網紅營銷模式同超強嘅線上人氣，火速進駐旺角、銅鑼灣、尖沙咀、觀塘、荃灣等各大核心商圈，全面搶佔空白市場。一眾入局品牌入面，聲勢最猛、熱度最高、開局最炸裂嘅，一定係蜜雪冰城。作為內地家喻戶曉、下沉市場壟斷級嘅平價茶飲龍頭，蜜雪冰城喺旺角開出香港首店嗰陣，直接轟動全港，引爆全城消費熱潮，成為當時香港餐飲圈最大嘅新聞熱點。嗰陣時門店日日都有40-50人，長期排隊，長長嘅人龍直接延伸到馬路邊，堵塞半邊行人路。好多消費者為咗一杯10幾蚊嘅檸檬水、原味雪糕，甘願日曬雨淋，排隊半個鐘，甚至成粒鐘都唔願意走，場面非常誇張。緊隨其後嘅茶救星球、桂賢等新興網紅茶飲品牌，都係靠超大力度開業優惠、新店福利、買一送一等活動，極速出圈，瘋狂搶客、收割流量。尤其係茶救星球，長期主打買一送一半價秒殺活動，攤落嚟一杯茶飲淨係需要幾蚊港幣。呢個售價甚至比品牌深圳本土本店仲要平，對比香港市面普遍20幾、30幾蚊嘅茶飲定價，完全係降維級別嘅價格競爭。靠住呢種碾壓式嘅極致性價比打法，茶救星球短短數月時間就喺港九各區快速開夠7間分店，擴張速度快到令所有本地品牌咋舌。一時間，內地平價茶飲徹底成為香港消費市場嘅頂級流量密碼。各區商圈遍地開花，新店不斷，新店爆客，排隊刷屏嘅新聞日日上演。幾乎所有人，包括行業人士、媒體、街坊、消費者，都一致睇好呢批過江龍，認定佢哋一定可以穩穩紮根香港，橫掃本地茶飲市場，徹底改寫行業格局。但商業市場嘅打臉速度從來都超快、超狠、超現實，絲毫唔講情面。短暫嘅網紅熱度一過，所有偽裝嘅繁華、虛假嘅火爆即刻褪去，最殘酷、最真實嘅市場現實即刻浮出水面。由2025年開始，呢批曾經爆紅全城、人氣爆棚嘅內地網紅餐飲，迎來咗大規模集中式嘅結業撤場潮，行業寒冬瞬間降臨。曾經風光無限、熱度登頂嘅桂賢徹底宣告退出香港市場，坐落喺朗豪坊嘅最後一間旗艦分店正式結業。全線潰敗不留痕跡，徹底消失喺香港街頭。茶救星球大幅收縮，業務戰略撤退。旺角、深水埗、屯門多間人流量最大、曝光最高嘅分店接連閂門結業。原本7間遍地開花嘅鋪位，剩低5間喺偏遠地段苦苦支撐，勉強續命。蜜雪冰城嘅處境更加凄涼，更加慘淡。過去1年時間入面，5間核心商圈分店陸續結業撤場。就連旺角中心人流量最旺、曝光度最高嘅核心門店都傳出即將撤場、終止營業嘅消息。昔日萬人排隊、全城轟動嘅盛況，徹底成為過往歷史，不復存在。而家你再行去旺角、銅鑼灣、尖沙咀呢啲昔日網紅旺地，呢啲曾經日日爆滿嘅網紅老店，大多冷清晒，冇乜客流，零零散散嘅幾個客人根本撐唔起店鋪高昂嘅租金同人工開支。同隔離啲經營多年、客流穩定、口碑紮實嘅本地茶飲、台灣手搖飲，形成超級鮮明、無比諷刺嘅對比。
就喺一眾平價網紅茶飲節節敗退、口碑崩盤、黯然退場嘅行業寒冬之中，兩間內地餐飲黑馬品牌卻力勢突圍、強勢生長，上演教科書級別嘅逆襲奇蹟。霸王茶姬由年初15間香港門店嘅規模，力勢持續擴張到22間。按照品牌官方公佈嘅年度規劃，今年年底分店數量將會進一步突破24間，覆蓋香港各大商圈同住宅區。門店門口日日都有街坊同遊客排隊打卡，人氣常年在線，熱度完全唔受整體行業頹勢影響。瑞幸咖啡嘅擴張勢頭更加誇張，更加迅猛。進駐香港短短3年時間，門店數量直接衝破50間大關。喺長期被歐美連鎖咖啡同本地精品咖啡壟斷、門檻極高嘅香港咖啡市場，硬生生殺出一條血路，穩穩站穩陣腳，收割海量上班族客流。一冷一熱、一敗一興、一退一進嘅強烈對比，徹底打破咗大眾內地餐飲唔適合香港市場嘅片面講法同刻板印象，亦都令無數行業人士同普通街坊深深疑惑：呢場轟轟烈烈、開局炸裂嘅內地餐飲入港熱潮啦，點解最終會出現咁荒誕、咁諷刺嘅兩極分化局面？好多普通街坊同網友見到大批內地餐飲紮堆敗走、香港頻頻結業嘅現象，第一時間就簡單粗暴咁歸結為網紅熱度透支，大家新鮮感過咗過氣就冇人幫襯。但只要係稍為識得睇商業本質、了解行業運作邏輯嘅行內人都好清楚，呢個只係最表面、最膚淺、最敷衍嘅假象，根本觸及唔到核心問題。呢批截擊香港慘淡離場、全線潰敗嘅網紅品牌，表面睇係輸俾流量、輸俾消費者新鮮感、輸俾市場競爭，實質係輸俾完全錯位、無法落地嘅商業模式，輸俾死守內地舊套路、唔識變通、拒絕革新嘅固化思維，輸俾賺快錢嘅浮躁心態同傲慢嘅行業認知。我哋細細拆解、層層深入，就會清晰發現，呢場集體潰敗、批量翻車嘅行業災難背後，藏住4個最扎心、最真實、最值得所有出海品牌警醒嘅行業痛點。呢4大痛點，亦都係無數內地網紅餐飲出海翻車、折戟沉沙、曇花一現嘅核心根本原因。第一個核心痛點，內地低成本走量嘅成熟盈利模式喺香港天價營商成本面前徹底失效，完全崩盤。商業模式由根源上就水土不服，行唔通活唔落。行內人都清清楚楚，蜜雪冰城茶夠星球呢類主打極致平價、薄利多銷嘅茶飲品牌，喺內地可以快速崛起，遍地開花，持續穩定賺錢。10幾年長盛不衰，核心秘訣就係極致壓縮單店運營成本，依靠全國海量加盟訂嘅規模優勢，做薄利多銷嘅流量生意、規模生意。喺內地3、4線城市，甚至遠程鄉鎮，一間普通街邊茶飲細鋪，每月租金只需要幾千蚊人民幣，人工薪資低廉雜費，開銷極少，單杯茶飲利潤非常微薄。但依靠日均成千單嘅超高酒量銷量積少成多，足以支撐單店穩定，盈利正常運轉。而品牌總部嘅核心收入來源完全唔依賴單店零售利潤，主要靠俾全國幾萬間加盟訂統一供貨，收取加盟費、收取管理費賺錢。規模越大，加盟訂越多，總部利潤就越高。呢套輕資產規模化、走量為王嘅模式喺內地市場穩穩行通10幾年，穩得不得了，幾乎零風險。但當品牌將呢套內地完美跑通嘅成熟模式原封不動、一字不改咁搬落香港市場，即刻就變成致命漏洞、必死短板、無解死局。香港嘅營商成本誇張到令人難以置信，完全超出內地從業者嘅認知範圍。旺角、銅鑼灣、尖沙咀呢啲核心黃金地段，一間區區幾十平米，得2、3張卡位嘅街邊細鋪，每月租金可以高達19萬港幣。呢一筆巨額租金擺喺內地普通3線城市，足夠租低一整棟臨街商鋪。開大鋪做大規模餐飲生意都綽綽有餘。但喺香港僅僅係一間細細茶飲鋪嘅月度租金，除咗天價鋪租，香港人工成本更加離譜、更加嚇人。一名普通餐飲服務員店員月薪普遍過萬港幣，仲要搭配勞工福利、強積金、收息日補貼，人工成本居高不下，再加水電物業、耗材食材、損耗雜項開支，一間普通茶飲鋪每月固定硬性成本輕輕鬆鬆突破30萬港幣。反觀門店營收來源，依然死守內地平價路線，賣住10幾蚊一杯嘅平價茶飲，單杯利潤薄到幾乎睇唔到，可以忽略不計。就算門店日日爆滿，客流不斷不停走單，極限走量超高，銷量都好難覆蓋。
呢一筆巨額固定成本，更加唔好講盈利賺錢賺取利潤。好多香港加盟店老闆開店初期靠住網紅短期熱度、流量紅利短暫爆單，表面睇起身生意火爆、人頭轉動、日日滿客、風光無限，但月底認真對賬核算，盈虧先發現成個月嘅營業收入僅僅足夠勉強交租俾人工抵雜費，辛辛苦苦熬足1個月，日日晏夜開店，最終得分錢利潤都冇完全白做，長期持續虧損入不敷出嘅經營狀態，根本冇任何加盟店老闆可以捱得落去扛得住。最無奈最致命嘅係，內地品牌總部始終死守自身固有盈利邏輯，只顧住自身鋪貨賺差價、收加盟費嘅利益，完全唔會針對香港天價成本嘅特殊市場環境調整產品定價、優化產品結構、革新運營模式、適配本地市場，唔加價、唔升級、唔本土化、唔變通，硬生生將香港所有加盟店推入賣得越多、虧得越多，唔賣就直接倒閉嘅無解死局。內地同香港天差地別嘅成本、鴻溝市場差距、營商環境差異，根本唔係靠普通營銷手段、運營技巧可以彌補、可以抵消。呢啲平價網紅茶飲品牌，從喺香港選址開店，照搬內地模式嘅一刻開始，落敗倒閉，退場嘅結局就早已注定無可逆轉。第二個核心痛點，品牌心態極度傲慢、認知固化，盲目照搬內地全套運營打法，完全拒絕本土化調整同市場適配，一步一步耗光香港消費者嘅好感同信任，最終徹底流失，所有客源崩盤退場。好多內地網紅品牌出海擴張嘅時候，都自帶一種好大嘅優越感同盲目自信，內心默認自己喺內地爆紅出圈，分店遍佈全國，粉絲基數龐大，流量無敵，自帶頂級流量光環，去到任何地區、任何市場都可以通殺四方，穩賺不賠。根本唔需要花費時間、精力、成本去適配本地口味，貼合本地消費習慣，調整運營策略，只需要原封不動照抄內地嘅運營模式、產品體系、營銷套路、服務標準，就一定可以快速收割客源，穩定賺錢。喺內地本土市場，呢類平價茶飲品牌之所以能夠橫掃市場、俘獲海量年輕消費者，靠嘅就係極致接地氣嘅性價比、高頻快速嘅產品上新節奏、高密度全庫據嘅門店佈局同貼心周到嘅精緻化服務。內地城市大街小巷街邊5步1間、10步1鋪，門店密度極高，街坊落樓就可以買到，隨手可得，消費門檻極低，復購率超高，再加持續不斷嘅新品更新、優惠活動同周到服務，牢牢鎖住海量年輕客群、學生客群、工薪客群。但呢套喺內地所向披靡、戰無不勝嘅無敵打法，搬落香港市場之後，即刻全面崩塌，徹底失效，完全水土不服。首先係門店密度嚴重不足，完全無法複刻內地高頻消費場景。香港寸土寸金，租金天價，鋪位稀缺，根本冇任何條件，好似內地一樣，密鋪開店，遍地開花，消費者唔可以隨手買到，隨時消費就近幫襯。茶飲行業最關鍵、最核心嘅高頻消費屬性直接徹底冇晒。其次係產品品質同服務體驗雙重嚴重縮水、斷崖式下跌。好多品牌進駐香港市場之後，為咗最大限度壓縮運營成本、減少開支、降低損耗，直接大幅放慢產品上新節奏，長年累月售賣老舊過時嘅舊款產品，完全唔與時俱進，唔貼合香港消費者口味升級需求，仲偷偷縮減食材用料，降低原材料標準，簡化製作工序，原本新鮮足料、口感豐富、性價比超高嘅茶飲產品，變得敷衍潦草、味道普通、水準大跌，毫無亮點。最致命、最令香港消費者吐槽嘅，仲係服務品質嘅斷崖式變差。內地門店常態化嘅貼心接待、耐心講解、快速出餐、靈活售後細緻服務，喺香港門店幾乎完全消失，蕩然無存。取而代之嘅係出餐速度緩慢、店員態度冷淡、服務敷衍潦草、售後零保障、極差嘅服務體驗，成為香港消費者最大嘅吐槽點同避雷理由。更加尷尬嘅係，品牌仲死守住內地低價內卷嘅營銷套路，日日搞買1送1、低價秒殺、超優惠套餐、限時折扣，天真以為靠一味低價就可以留住客流、穩住市場，盲目低價帶唔來真實口碑同長效客流，只會進一步壓縮本就微薄嘅產品利潤。門店冇多餘資金、冇多餘預算去升級產品品質、優化服務體驗、改善門店環境、更新產品體系。
最終陷入低價係劣質、差評泛濫、客流持續下跌、再低價內捲嘅惡性循環、死亡閉環，越捲越死，越死越捲。香港消費者從來都唔笨，唔好蝦，大家心甘情願為真正嘅高性價比、好品質、好服務買單，但絕對唔會為廉價劣質、敷衍收割、粗製濫造嘅網紅產品埋單。當呢啲品牌徹底丟晒產品品質、丟晒服務底線、丟晒用戶口碑，剩低低價噱頭同虛假流量嘅時候，被市場淘汰、被消費者拋棄，只係時間問題。好多街坊一開始純粹貪新鮮、追潮流打卡體驗，試過幾次之後徹底失望、心淡被累。短短1年時間，全網口碑全面崩盤，路人緣盡失，客走人散，再冇任何翻身機會。第3個核心痛點，香港居民北上消費常態化、全民化、普及化，對香港本地經營嘅內地平價茶飲品牌形成全方位碾壓式嘅降維打擊，直接封死品牌生存出路，徹底切斷客源渠道。近幾年大灣區一體化發展持續提速，交通路網越嚟越完善便捷，港鐵、高鐵、跨境巴士無縫互通，往返深圳同香港嘅交通成本、時間成本大幅降低，出行超級方便零門檻。喺呢種大環境之下，週末北上深圳食嘢、逛街購物、消遣放鬆，已經成為香港市民最主流、最普遍嘅日常生活習慣。尤其係年輕後生仔、學生群體、普通打工一族，幾乎每逢週末、節假日都會組隊北上消費、跨境遊玩。北上消費已經徹底融入香港普通人嘅生活。香港街坊個個心裏都有一本明白，帳睇得超級清楚，分得超級明白。喺香港本地消費一杯普通果茶、奶茶、檸檬茶，售價普遍10幾到20幾港幣，食材用料普通口嘅平無奇，服務態度敷衍，門店店面狹窄擁擠，消費體驗極差。但只要坐半個鐘高鐵10幾分鐘，港鐵北上去到深圳，同款茶飲、同款品類、同款風格，價格直接腰斬，10幾蚊人民幣就可以買到用料十足、新鮮現做、口感正宗、顏值在線嘅飲品。仲可以享受貼心周到嘅服務、乾淨舒適嘅門店環境、豐富多樣嘅產品選擇、性價比、體驗感、滿足感，全方位碾壓香港本地門店。呢種赤裸裸壓倒性、斷層式嘅消費差距，令香港本地內地平價茶飲品牌徹底喪失咗自己唯一嘅核心競爭優勢——低價性價比。呢啲品牌原本就係靠低價平價、高性價比搶佔市場，吸引客流。而家香港消費者想要平、想要好品質、想要好服務、想要好體驗，直接北上深圳就可以輕鬆實現，盡情享受，根本完全冇必要，冇理由喺香港將就消費，被逼幫襯本地縮水劣質門店。好多香港網友街坊都直言不諱咁吐槽，與其喺香港花10幾港幣買一杯用料、縮水口感、一般體驗極差嘅網紅茶飲，純粹交智商稅，不如留住消費額度，週末北上深圳，盡情暢飲、盡情消費，抵好多、舒服好多、划算好多。最致命、最無解嘅係呢批落敗退場嘅網紅品牌，完全冇任何應對消費分流、市場衝擊、跨境競爭嘅解決方名同應對策略，戰略上完全被動，毫無招架之力。佢哋唔敢漲價升級產品，提升品質，怕徹底流失僅存嘅低價客源，失去最後嘅市場優勢，又唔敢繼續瘋狂降價低價內捲，因為香港天價租金、天價人工嘅成本擺喺度，越賣越虧，越捲越死，根本冇利潤空間，進退兩難，左右碰壁，前後無路嘅尷尬局面，令佢哋喺激烈嘅本地市場競爭同跨境降維打擊入面，完全冇任何招架之力、生存空間，只可以眼睜睜睇住客流持續流失，業績不斷暴跌，營收持續縮水，最終無奈結業，山鋪離場，黯然退出香港市場。第4個核心痛點，絕大多數網紅品牌都係重營銷、輕產品、重流量、輕沉澱、重炒作、輕實力，一心只想快速賺快錢，收割流量、收割加盟費，完全冇長期深耕市場、打磨品牌、深耕行業嘅格局同耐心。從入局香港市場嘅一刻開始，就注定行唔遠、活不長，必敗無疑。我哋細數一遍，所有喺香港折戟沉沙、慘淡退場嘅內地網紅餐飲品牌，無一例外，全部都係靠短視頻炒作、網紅造勢、達人探店、流量營銷爆火出圈。喺內地市場嘅走紅同擴張，完全依託平台流量紅利、網絡話題熱度同加盟招商熱潮，並非依靠個人嘅產品、實力紮實嘅用戶、口碑獨特嘅核心技術、穩定嘅產品品質。佢哋扎堆湧入香港市場嘅根本目的、核心訴求，根本唔係真心實意深耕本地市場，
適配香港消費者口味，優化產品服務，打造長久國際化品牌，而係單純借住出海香港，進軍國際市場，立足大灣區嘅高端噱頭，炒作網絡熱度，抬高品牌身價，包裝品牌調性，最終目的就係為內地加盟招商鋪路，吸引更多加盟新入局，收割更多加盟費，快速套現賺快錢。正因為品牌從上到下都係賺快錢嘅浮躁心態、短期思維，所以喺開店初期，品牌會不惜重金大肆宣傳，全網造勢，達人探店，流量轟炸，短時間內製造門店爆火，全城追捧，供不應求嘅虛假繁榮假象，快速吸引海量好奇嘗鮮嘅本地客流，打造爆紅口碑。但網紅熱度始終都係曇花一現，轉瞬即逝，虛無縹緲。熱度徹底褪去之後，品牌所有隱藏短板底層問題、核心缺陷都會徹底暴露喺大眾眼前。冇核心爆款產品，冇獨特品牌調性，冇成熟本土化運營體系，冇穩定品控標準，冇完善服務體系，淨得一身虛無嘅流量虛名，完全撐唔起長久經營持續發展。反觀可以喺香港逆境爆紅持續增長嘅瑞幸咖啡同霸王茶姬，兩間品牌都擁有清晰、長遠、成熟嘅長期出海佈局戰略，絕非短線炒作、盲目跟風賺快錢嘅網紅品牌可以比擬。背靠雄厚資本實力同成熟供應鏈體系，佢哋完全唔計較香港單店嘅短期盈利、即時收益、眼前利潤，反而將香港視為品牌國際化佈局嘅關鍵跳板同展示窗口。借助香港嘅國際知名度、國際化區位優勢，打磨海外運營體系，完善海外供應鏈，塑造國際品牌傾向，為後續全面進軍全球市場、佈局海外賽道鋪路。與此同時，兩間品牌都極度貼合香港本地消費場景，精準適配本地消費者真實需求，做到真正嘅本土化革新。瑞幸徹底摒棄傳統大面積門店、堂食門店模式，主打零座位、細面積快取式小店，極致壓縮租金、人工、裝修成本，依靠成熟嘅數字化點單、系統智能出餐流程、高效配送體系，完美匹配香港上班族快節奏、高效率、重便捷嘅核心消費需求。霸王茶姬主打差異化新中式原葉茶賽道，主動避開本地傳統茶飲、歐美精品咖啡嘅內卷紅海，靠獨特嘅國風調性、清雅自然嘅口感、高顏值嘅產品設計，精準拿捏香港後生仔嘅審美偏好同口味需求。一邊係急住賺快錢、固步自封、拒絕變通、盲目收割嘅網紅流量品牌，一邊係立足長遠、深耕產品、適配市場、打磨服務、踏實做事嘅實力派品牌。兩者嘅最終結局，從出海入局嘅一開始就已經高下立判，注定截然不同。我哋認真睇勻成個內地餐飲過江，農廠港興衰市起落全過程，大家就可以徹底通透，徹底明白呢場批量翻車集體潰敗嘅行業現象，根本唔係坊間外行所講嘅水土不服、市場挑剔、本地人唔收貨排外啦心理，而係商業市場最公平、最真實、最殘酷嘅優勝劣汰，適者生存。商業市場永遠都好理性、好殘酷，唔講情面，從來都唔會因為你係網紅品牌喺內地爆紅出圈、流量超高，就對你格外包容、特殊優待、手下留情。任何可以喺任何地區長久立足、持續發展、長盛不衰嘅餐飲品牌，靠嘅從來都唔係一時嘅網紅熱度、短暫嘅流量紅利、虛假嘅網絡名氣，而係始終敬畏市場規律，用心打磨產品品質，深度貼合本地需求，搭建成熟可行嘅商業模式，做好用戶服務同口碑沉澱。香港市場表面睇起身包容度高，門檻唔高，受眾廣泛，實質競爭極度殘酷，市場篩選極度嚴苛，消費者極度理性，天價嘅運營成本，成熟理性嘅消費群體，多元激烈嘅市場競爭，跨境消費嘅降維衝擊，時時刻刻都喺篩選緊真正有實力有格局、識變通深耕重品質、重服務嘅優質品牌，淘汰浮躁敷衍固化、只想賺快錢嘅劣質品牌。呢啲一味照搬內地舊套路，抱住躺贏幻想、心態傲慢、敷衍市場，一心只想收割快錢嘅網紅品牌，最終只會被市場狠狠上一課，無情淘汰，徹底遺忘。爆紅又快速衰敗入場，又快速退場嘅無限輪迴，就係網紅餐飲行業最真實、最殘酷嘅寫照。而瑞幸、霸王茶姬嘅力勢崛起、穩步增長，亦都為所有打算出海拓展海外市場、佈局大灣區嘅內地餐飲品牌指明明晰正確嘅發展方向，跨區域發展、國際化佈局、異地擴張，從來都唔係簡單嘅模式複製流量遷移、套路照搬，而係全方位嘅本土化、適配深層次嘅模式。
革新長久持續嘅長期主義深耕，腳踏實地嘅品質沉澱。商業世界從來都冇一成不變嘅市場，一成不變嘅規則，一成不變嘅紅利。只有固步自封、唔思進取、傲慢自大、拒絕革新嘅品牌。任何脫離本地需求、違背市場規律、輕視產品品質、忽略用戶服務、依賴流量炒作嘅商業模式，無論曾經幾風光、幾火爆、幾出圈，最終都會被時代淘汰，被市場遺忘，被消費者拋棄。咁最後，我真心想問下屏幕前嘅各位街坊、各位觀眾，當大批內地網紅餐飲靠住短暫流量紅利喺內地瘋狂擴張、快速圈錢、盲目跟風出海收割嘅時候，究竟有幾多品牌願意沉下心、穩得住氣，真正用心打磨產品品質，適配本地市場，敬畏商業規則，深耕用戶口碑？眼見一批又一批過江龍品牌喺香港折戟沉沙、重蹈覆轍、重複翻車、不斷退場，依然有無數新進網紅品牌前赴後繼，盲目跟風出海收割流量。對此你有咩最真實、最直接嘅睇法？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，吹水一齊傾偈，一齊探討。覺得呢條片拆解夠貼地、夠通透、夠真實、夠接地氣，鍾意我呢種原汁原味、實事求是嘅粵語時事商業評論，記得點讚、留言互動、關注訂閱我頻道。我後續會持續深度拆解大灣區商業秘聞、網紅行業內幕、香港市場真實生態、餐飲行業底層邏輯，帶你睇透各行各業嘅興衰真相。唔好錯過乾貨、深度內容。我哋下期再見。